金剛乘14根本墮，金剛持雲諸成就，隨阿闍黎行出生，由是於彼輕蔑者，說為根本第一墮；從善誓語違越者，說為根本第二墮；金剛弟興起紛爭，說為根本第三墮；於諸眾生捨慈心，佛陀說為第四墮；斷正法根菩提心，說為根本第五墮；毀謗自他宗派法，說為根本第六墮；於未成熟諸有情，宣說密法第七墮；輕蔑蘊積五佛體，說為根本第八墮；而諸自性清淨法，是為根本第九墮；於獨常具大慈心，說為根本第十墮；分別離明等諸法，說為根本11墮；破壞具信心眾生，說為根本12墮；不依已得三昧耶，說為根本13墮；毀謗婦女為自性，說為根本14墮。密者由斷彼諸墮，決定當得大成就，從此三昧耶退失，為退失魔所損惱，由此感受諸痛苦，命終顛倒墮地獄，安住等持上師前，所有諸物作貢獻，於三寶前作皈依，菩薩戒等義律者，切若希求得利益，就者勵力應當持。